咱做伙来祈祷。主，我们天父，我们感谢你啊，在这样的佳节期间，主啊，你让我们能够和家人朋友一起相聚。主，你赐平安，主你赐恩典在我们当中。在这样疫情的当中，主你让我们的脚步仍旧能够稳固，让我们的心能够安静，让我们能够等候主你的旨意。主啊，求你在未来的日子，主啊，你能够启示我们的一切，让我们所行的，主啊，都能合你的旨意，都能够愿你来欢喜。主啊，我们谢谢你这样的敬拜这样的领诗献诗，主啊，都能够传达到你的耳边，都能够愿你喜悦。我们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时间已经到啊，咱用心灵甲信息来敬拜伊。全队啊，就对上主欢呼，就欢欢喜喜来敬拜上主，就唱赞美的诗歌来到伊面前，就知上主是上帝，伊创造咱，咱属伊，咱是伊的子民，是伊保佑的羊群。大家来唱圣诗第622首，至大上帝愿你带我，请起立吟全首。
祈祷。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您在这样的一个佳节连假期间，保守我们的脚步，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您带领我们，让我们来在这里一起聚集，一起敬拜，一起赞美你的名，也让我们在这里能够聆听、接受你的讯息，加添我们的力量。我们感谢您，也谢谢您，让我们的政府能够取得越来越多的疫苗，让我们的民众都能够继续的接种，能够在严峻的时间，能够让我们有个安居乐业的时间。我们感谢您。谢谢您的带领和保守，也保守那些没有来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保守他们的脚步。愿神你的祝福，也祝福我们等一下牧师的讲道能够带领神的信息，赐给我们力量，加添我们的信心。我们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现在来起印第18篇，由我来起，弟兄姐妹们来印。愿上帝怜悯阮，赐福予阮，通予全世界知你的旨意。上帝啊，愿世间人拢称赞你，愿万国快乐，唱歌欢喜，因为你才有公义审判万民。上帝啊，愿世间人拢称赞你，土地有生产五谷，愿上帝赐福予阮。请大家由阮坐咧来唱圣诗581首，求主耶稣万福永远。让我们一起来领受神的话语，记载在圣经新约福音马可福音6章30到44节。
使徒们回来见耶稣，把他们所做所传的一切都向他报告。因为来来往往的人太多，耶稣和门徒连吃饭的时间也没有，所以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来，跟我私下到偏僻的地方去休息一会。”于是他们坐船出发，悄悄地到偏僻的地方去。可是好些人看见他们离开，立刻认出他们，群众就从各城镇出来，争先恐后的赶路，比耶稣和门徒先到了那地方。耶稣一登岸，看见这一大群人，动了恻隐的心，因为他们好像没有牧人的羊群。他开始教导他们许多事。傍晚的时候，门徒来见他，对他说：“天晚了，这里又是偏僻的地方，请叫大家散开，让他们自己到附近村庄买食物吃。”耶稣说：“你们给他们吃吧。”他们问：“你要我们去买200块银子的饼来给他们吃吗？”耶稣对他们说：“去看看你们一共有多少个饼。”他们查过后说：“5个饼和2条鱼。”耶稣吩咐门徒叫群众一组一组的坐在青草地上，大家坐下来，有100个人一组的，有50个人一组的。耶稣拿起5个饼和2条鱼，举目望天，感谢上帝，然后掰开饼递给门徒，门徒就分给大家。同样，他把2条鱼也分了，大家都吃，而且都吃饱了。门徒把剩下的饼和鱼装满了12个篮子，吃饱的人数，男人就有5000。愿上帝祝福听他话的人。我们现在讲到，请张仁和牧师讲到的题目：不可能的可能。各位兄弟，大家平安。真欢喜，也真感谢上帝，让我有这款的机会来到新竹公园教会这个所在，叫咱大家做伙敬拜上帝，分享圣经的信息。伫我行我的同工，今仔日透早开车来到这个所在的时阵，伫路中，我开车的同工问我一句话，讲：“牧师。”咱谁啊会来到公园教会来募款？我想咱大家应该拢足清楚啦，一间教会伊若是有需要，比如讲建堂这款的事工，需要去到地方教会去募款的时阵，一般来讲，拢是有关系，也是讲有熟悉的教会，也是讲姊妹教会等等啦，阮是台中的西屯教会，也毋是属伫新竹中会内面的地方教会。为怎样会乌卒仔食过号来到这个所在？我想咱的教会兄弟一定嘛有真侪人感觉真古怪。这台中的西屯教会今仔日谁来到遮？是咱公园教会特别有甲西屯教会有啥物款的关联吗？我相信伫恁下骹坐咧椅仔的兄弟，可能嘛惊我开车的同工有即款的疑问。总是我要甲咱大家讲，这是上帝恩典。坦白讲，阮家公园教会差不多无啥物款的关联啦，总是有一个足重要的关联，是咱拢伫耶稣基督的听内底，是咱拢生活伫上帝恩典下面，是即款的关联，是即款的恩典。上帝引带咱所敬听的黄牧师，伫旧年还是今年，我无啥会记哩啊，可能是伫旧年。伫旧年的时阵，伊引带黄牧师，因为事工的交换讲台的关系，所以黄牧师伫旧年有迄个机会
去到阮教会遐，因为交换讲道的关系，所以来到阮教会遐，伫遐来讲道，可能是为着升得圣经学院来募款啦。所以因为即款的关系，阮熟悉黄牧师啊，伫旧年的时阵，阮就开始西顿教会就已经开始真积极为着建堂的事工咧募款，所以阮也将即款的消息，甲黄牧师三甲分享。黄牧师有知影阮建堂事工的消息，伊嘛真关心。当阮的同工甲黄牧师安尼提起有一个建议，讲黄牧师阮即马在咧建堂，毋知你所牧养的公园教会，敢会当互阮去到遐，甲兄弟请安甲因报告分享阮教会要建堂的事工，互阮会当伫即个公园教会踮遮来募款。黄牧师真有疼心，伊嘛真知影阮教会需要，所以伊甲阮答应讲好。所以本来是安排伫6月中的时阵，要来甲咱教会踮遮来募款请安。总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伊阁延期延到今仔日。真感谢咱公教会兄弟，会当接纳伫今仔日即个时阵，接纳阮来到即个所在，甲大家做伙报告西顿教会要建堂的即个事工。我想讲时间的关系，我就莫讲伤济因为有关西顿教会为虾米要建堂，这其实莫讲我讲啦。咱问咱教会黄牧师，伊有去过西顿教会迄个所在，伊应该非常清楚。西顿教会是伫一个1974年的时阵，为着学生福音事工来开拓的教会。拄咱看到迄个相片，这就是伫1974年的时阵成立，中间所坐牧者是第一任的牧师，叫做李明义牧师。当初时西顿教会是看到这信仰的前辈是看到讲西顿迄个地区因为逢甲大学的设立，所以检采有真侪这学生福音的事工，真需要有人去投入，所以伫这个李明牧师加台中一撮信仰前辈，同工做伙伫逢甲大学迄个所在来开拓一个福音的点，这就是西顿教会开始的时阵，1974年离开即马嘛已经差不多47档这个相片是咧甲咱讲起讲，阮即马聚会空间就是安尼。黄牧师有去过阮遐，伊足清楚，教会是徛起伫一个巷仔底，所以空间真有限。停车毋是停重车，是连停奥多摆、脚踏车的空间拢无，因为遐有足侪学生，阁有逢甲地区有可能是全国排头前的足大的夜市。所以做生意的人嘛真济所以伫遐人车拢真济，空间真客所以教会踮伫这个巷仔底，其实拢发展一直拢受到影响。伫咱拄所看到第一张相片，就是阮第一任的牧师李明义牧师。当初时我嘛毋知影有迄款的感动，伊当初时就甲教会同工讲，教会起做伫即个所在，是暂时。1974年的时阵，教会伫迄个点开拓即个福音的点，伊就甲阮教会同工算前辈来交代，讲教会徛起西顿教会徛起伫遮，只不过是暂时，将来若有机会一定爱，搁另外找所在来定期礼拜堂。
我毋知影李明义牧师为虾米有即款的感动，毋过我相信上帝的神在带领。用即摆的眼光来看，当时李明义牧师伊的建议是非常正确。因为西顿教会伫这40几年来，一直拢求伫一个巷仔内底，发展的空间受限制。搁有就是教会聚会礼拜时间是伫拜日，咱聚会的即个声音，其实嘛会行四边的厝边会发生，定定拢会发生摩擦啦。因为踮伫巷仔底的即个厝边，其实迄声音是足够弹开。咱兄弟若是有徛家伫巷仔，应该就会足清楚。踮伫巷仔底徛家，伫暗时的时阵，足安静的时阵，其实你淡薄讲一撮声，迄声有回音啦。所以两三个咧讲话伫巷仔的时阵，迄其实咧回音真大声。所以教会就是因为过去有即款的关系，所以40几年来、30-40年来，阮教会同工一直拢感觉讲，真一任第一任的即个牧师李明义牧师，伊所讲的有道理。教会应该爱西顿教会应该爱另外找所在散出去。总是伫台中即个地区，伫今仔日的社会中，你要搁另外找土地来定期礼拜堂，敢有遐简单？无遐尼简单。台中土地即个起价的速度，我相信踮伫新竹地区的兄弟应该嘛足清楚。新竹即马，特别是竹北地区，我想咱应该足清楚。迄土地即个贵松松，一般人是根本都无可能买得起。台中有淡薄参像安尼。土地起价的速度，永远比咱兄弟累积建堂的基金奉献的数额也搁较紧啦。所以无论阮兄弟外交欠即个建堂的基金，当你欠有一笔钱的时阵，去问附近的土地的时阵，已经拢超过你的即个预算。所以就是因为即款的关系，西顿教会30-40年来，虽然有想要散出去，另外卖土地来定期礼拜堂，总是因为即个累积的建堂基金无够，阮的信心嘛无够，所以毋敢买土地来起礼拜堂，就安尼一直拖到总算袂当阁拖。伫2019年的时阵，阮有找到一笔土地，是伫即马台中上界闹热的地区，就是水南经贸园区遐。阮找一笔土地104平，一平偌济？恁看到迄个数字，总计是576万啦。104平，总计576万一平，差不多是56.4万啦。足恐怖的数字，对无？2019年，阮买到一笔土地。2019年的年底，全球就爆发这个 COVID-19 的疫情，进入一个真恐怖的这个时代。2020年的时阵，加在咱台湾政府收了真好，所以全世界拢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真紧张的时阵，咱踮伫台湾还阁会当真平安来出入。所以2020年虽然伫顶半年的时阵，虽然全球因为 COVID-19 的疫情非常紧张，百业拢萧条，因为大家拢封城嘛，拢袂当出入，所以经济就一直落。总是台湾伫旧年的时阵收了也算袂歹，所以咱有找落，但是咱的经济有阁浮起来。所以2020年，阮
有当工，佫去附近的土地去问，阮2009年买到迄笔土地，2000过一冬，疫情的关系影响下面经济佫浮起来了后，阮有当工佫去问附近的土地，恁要看卖啊一坪到倒位？一坪已经飙到100万。教会附近的所在，有人去问，一坪已经飙到100万。所以，阮感谢上帝，2019年买到迄笔土地56.4万，是算合理的价数，用较合理的价数来买到这笔土地，总是对阮这段教会无够30户的家庭，要去负担这款的债务，其实是非常的艰难。这段教会嘛无真好野的大事业家，无，阮不过是无够30户的家庭，人人尽力奉献家己的所有。阮嘛对新老合作社借款来买土地，然后你买土地了，嘛爱起礼拜堂。已经无钱啊！阮只好请厂商用上简省的方法来起硬体的礼拜堂。干那礼拜堂外壳哦，无算内装。2019年的时阵，阮请厂商估计，差不多起礼拜堂的外壳需要2200万。安尼加起来，买土地加起硬体教会建筑物的外壳，安尼差不多需要8200万。扣掉阮几啊冬来信徒所累积的建堂基金，扣掉以后，阮阁需要对外面募款6000万。这就是阮将来新的礼拜堂要起的所在。可能有人要问讲，为什么一定要爱买伫经贸园区遐尼贵的土地所在？敢讲这段教会袂当另外找较俗的地区的土地来买吗？请用我甲咱兄弟报告，这段教会甲咱公园教会同款，拢是一间为着学生福音事工来起造的教会，风格。西顿教会嘛同款，阮真盼望将来起造的新礼拜堂会当继续来进行上帝托付给阮伫学生福音事工这地的使命。所以阮伫咧选土地的时阵，其实阮也是将大学附近的这个所在当作是阮第一优先的考虑。所以将来阮即马2019年买到迄笔土地，伊其实就是将来逢甲大学新的校区因的大门会转往伫阮教会所在。佮另外就是中国医药大学新的校区，伫去年的时阵嘛已经刷到经贸园区迄个所在。开始咧上课，开始伫遐的老师教职员嘛，开始伫遐咧上班所以，阮看这个地点，实在是上帝所赏赐互阮一个真水的迦南的美地所以，阮想讲这笔土地虽然贵，总是已经符合阮将来要继续来进行这个学生的福音的事工，所以阮就安尼来承担这款的重担这是阮教会请建筑师，教会有一个长老本身就是建筑师请伊设计教会新的礼拜堂你会看到，这礼拜堂其实迄个下骹站，迄个是教会主礼拜堂是起伫涂骹啦。为什么要起伫涂骹？因为阮买到的土地是角地、脚地。脚地的意思就是讲，两边教会两边拢临大路，
拢挖大路，所以按照政府即马的建筑法规，两边拢挖大路，你袂当起甲大，你敢若会当往后退缩，各退缩6米。阮各退缩6米了后，地面上会当起的空间无到40平，真可怜呢。吼，所以无法度为着要得到上大的即个聚会空间甲人数，只好乌对涂骹落去，安尼才有法度将主礼拜堂的空间甲伊扩展到上大。这是教会的建筑师陈天作长老伊所画的即个草图吼。你若看迄条线下面，就是即个主礼拜堂的空间吼。这主礼拜堂空间会当用到上大，上大拢总会当坐几个？坦白讲，上大敢若当坐到200个。我教会兄弟就有人咧问我讲，牧师，咱教会用遐尼济钱买即笔土地，到尾设计起来的礼拜堂的空间，嘛不过敢若会当坐200个，安尼敢有够？我甲我的教会同工讲，西顿教会伫未来起新的礼拜堂，可能无法度成做一间大型的教会。咱毋免想啊，咱无可能，因为即款的空间经过了不起，嘛敢若200人尔。毋过我甲我的同工勉励，咱西顿教会会当成做一间伟大的教会。虽然袂当成做一间大型的教会 ，mega church， 毋过西顿教会会当成做一间伟大的教会。安怎伟大？时间的关系，我就无一一讲。我要请咱兄弟转去看今仔日的周报所页的阮教会西顿教会建堂的资料。你若转去看的时阵，你会发现西顿教会伫这47年来，拢总培养25名的传教士，25名的牧者。我毋知影台湾还阁有倒一间教会会当参像西顿教会安尼，伫这无到50年的时间，伊竟然培养25名上帝国福音的工人。我出身嘉西教会、嘉义西门教会。嘉西教会本身就是一个培养牧者的一个真济的教会。毋过，若就我了解，嘉西教会的历史中间，嘛无参像西顿教会，伫这40几年来，竟然培养25名的传教士。所以，我希望咱兄弟甲阮做伙同工，毋是干那为了这个西顿教会礼拜堂，是为着互阮会当伫西顿地区迄个所在来高举基督的十字架，为主来做光做盐，将福音的种子也落伫西顿地区这个所在，帮助伫大学在读册学生会当通过这款的关系来认捌上帝救恩。拄咱所读的经文是有关耶稣用5块饼2尾鱼邀请5000多人的新约。这个故事伫圣经中是唯一的一个新约，伫4本福音书拢有记录，也是咱大家伫教会中常常听到非常熟悉的故事。传统教会甲大部分的基督徒认为，这个故事就是耶稣变饼甲鱼，互众人食饱的新约。这款的新约，拄好证明耶稣是上帝所差遣的救主，独真正的救主，才有法度行新约。所以要知影一个人是毋是有法度接受基督教的信仰，有人讲，上简单的做法，就是看伊是毋是相信圣经内面所记载的一个会行新约的耶稣。总是有人对圣经所讲的新约有无共款的了解。
这人因看遐个相信，无按照自然的规则所发生的代志，将即款的奇妙的代志当作是信者的人，有人讲这是一种落伍的信仰。伫这个科学进步、技术发达的时代，是无可能会发生违反自然规则的信者，对无？请问咱兄弟，咱生活伫今仔日的时代，你有看过啥物违反自然规则的信者？你有看过日头对西边出来吗？你有看过天落红雨吗？你有看过大海会分开做两边吗？参照圣经所讲的安尼吗？无对无？咱所伫圣经所看到遐物件，敢还阁有继续遐所讲的遐违反自然遐规律、遐故事，敢有阁继续发生伫咱今仔日时代？敢有？若是有，请你鼓励，互我会当了解这个，敢好？无对无？是毋是安尼？过去咱古早人因为无了解啥怎天会落雨，啥怎会弹雷公。过去的人认为啊，迄是因为安那弹雷公是因为我那有一个雷公神，淡仔啦三讲推啊，淡仔咧讲，对无？即马咱通过科学家的研究了后，咱知影。降雷的原因，毋是因为天顶有一个神明，加降推啊，淡仔咧讲，毋是，是因为这个大气中有阴阳正负电离子，对无？所以因为这款的关系，所以咱会听到，咱会看到，会听到降雷这个现象。所以，伫这个科学进步、技术发达的时代，有人认为讲，这是无可能会发生任何违反自然规则的信者。若是安尼，我要问，咱到目前为止，还阁相信有信者？这款的信者到底是啥物意思？圣经内面记载遐尼侪信者，敢真正有发生？因五块饼两尾鱼，敢有可能会当？互5000外人，毋是5000人哦。你有注意拄仔咧读的圣经无？圣经讲耶稣用5块饼两尾鱼，互偌济人食饱？互偌济人？多少人？5000吗？毋对，毋是5000人，是5000个查甫人。妇人人甲囡仔拢无算在内。啊，为什么是安尼？因为当初时圣经是一个伫犹太人即种查甫人做主的社会，所以妇人人甲囡仔无算做是人。当然，即款咱今仔日的时代就无安尼啊，吼。所以，咱会当讲，耶稣用5块饼两尾鱼，互超过5000外人的人食饱。阁有剩，若是安尼，到底耶稣是用什么方式来行这个神迹？哈，耶稣到底用什么款的方式来行这个神迹？咱安怎了解？5块饼两尾鱼，要互5000外人拢食饱，有可能吗？啊，这是安怎讲会通？啊，咱知影5块饼两尾足少的物件嘛，要互超过5000人食饱，敢有可能？啊，咱过去传统的方式了解这个故事，就是讲，啊，耶稣是上帝嘛，耶稣是神嘛，伊会当将饼安那愈变愈济，吼。掰了，啊，佫生出来；掰了，佫生出来。啊，鱼掰了，拢掰袂了。用安尼的方式，咱过去咱咧讲这个故事，就是用这款的方式来了解嘛。啊，总是，咱敢是干那会当用这款的角度来了解这个故事？
伫咱今仔日的经文中，马可记录使徒受耶稣差遣两个出去传福音了后，转来向耶稣报告因的所行、所教示人的代志。因为伫遐有侪人，因连食饭的时间拢无。耶稣伊体贴学生的需要，就带学生想要去到旷野无人的所在，通互大家有休困的时间。无拍算，当耶稣甲学生因计划要去到迄个偏僻所在时，遐个众人嘛知影，就比因较大声去迄个所在听候。当耶稣甲学生上花以后，看到规大阵的人。我唔知影，迄当时耶稣甲学生的心情是啥物。圣经的作者马可嘛无详细交代这件事，总是如果咱想象是咱家己，亲像耶稣甲伊学生同款，拄着这款的情形，你咧食饭的时阵，你想要休困的时阵，拄好有人来找，拄好有人想要拜托你代志。唔知你的心情是啥物？我要，咱的心情可能是袂介爽快啦。俗语讲，食饭皇帝大，对无？这个世间上，若是有啥物工作遐尼无用，也应该有休喘食饭的时间才对。耶稣甲伊的学生，敢是铁拍的身躯，数空气就会饱，拢唔免有时间来食饭休困吗？总是圣经中咧记载耶稣，伊无亲像咱，看重家己的需要，较过头关心别人的欠缺。伫这段经文的3-4节，马可伊记录耶稣看见规大阵的人，就怜悯因为因亲像羊无牧者，就教示因济道理。为什么马可讲遐个群众是亲像无牧者的羊群呢？对圣经中咱知，牧者的意思就是指百姓中的领袖，亲像旧约时代的士师、君王、先知以及祭司，这个人拢是犹太民族中的政治甲宗教领袖。这个领袖正做主上帝所设立伫众人中间的牧者。伫圣经作者的目睭中，牧者的职责甲使命，原本是应该好好引带百姓来认捌上帝旨意，顺探上帝的律法，来得到拯救甲活命。总是咱对犹太人的历史中嘛知影，这百姓中的牧者，因并无好好来实践上帝所托付的使命，致到百姓犹太人一再犯罪，离开上帝的道路。先知以西结针对当时犹太人的社会情形，伊宣告上帝的话，安尼讲：灾祸啊！以色列这的牧者，因为因养饲家己，却无养饲羊群；软弱的无顾互因养壮。破病的，恁无甲因医治；受伤的牧者无甲因包；上赶逐的牧者无带因转来。因为无牧者，羊就四散；已经四散，就做一切野兽的食物。伫以西结书3-4章1节到5节，这段经文中所讲的野兽吞食四散的羊群。其实就是咧指犹太人伫历史中受外邦人的欺负甲统治，正做帝国的奴隶。这个情形一直到耶稣的时代也是安尼。所以马可讲遐超找耶稣的群众，亲像羊无牧者。这并不是讲犹太人欠缺政治宗教上的领袖。反倒是咧表明，遐伫耶稣时代祭司、经学士、法利赛人，这个领导者因并无好好引带上帝爱因照顾的羊群，互因会当正确来认捌上帝的律法，来得到拯救。因为安尼，耶稣怜悯众人，伊无顾惜家己甲学生有休困的需要。就教示这众人济上帝国的道理。各位兄弟，
怜悯别人的欠缺甲需要，这是圣经一再出现的主题。圣经的作者伫侪侪故事中不断的见证，上帝就是一个怜悯人苦难的上帝。上帝因为怜悯以色列人伫埃及做奴隶，所以伊呼召摩西行侪侪神迹，引带百姓出埃及。马可强调，耶稣看到众人亲像无有牧者的羊群，耶稣就生出怜悯的心。这是五块饼两尾鱼的神迹会当发生头一个咱需要注意的所在。换一句话讲，人若是有怜悯的心，疼惜别人的需要，安尼神迹就有可能伫人看做是无可能的代志中来发生。可惜伫咱人生的过程中，咱所接受的教育毋是安尼。有一句话安尼讲：对别人仁慈，就是对家己残忍。伫这个资源有限、竞争真厉害的社会，咱无顾惜家己的需要，去怜悯别人的欠缺，这是一项愚妄的代志，也是一项无合理的拍算。莫怪接线伫经文的35节、36节，马可记录日头要落山的时阵，这学生来见耶稣，对伊讲：“这是旷野，日要落啦，请四散众人，互因去周围的乡舍，家己买米，要食米通食。”坦白讲，耶稣的学生因出自人性现实的想法，建议耶稣四散众人离开旷野无食米的所在，互因家己去想办法来找食米来度巴肚。这款的建议是非常合理的拍算。俗语讲：“日头赤影影，虽然顾性命。”学生惊你我平平是生活伫一个自私的社会，世间上遐尼侪艰苦事，无通食、无通穿的代志满满是，咱若真正要管，要哪管顾会了？圣经故事中间，伫即个五块饼两尾鱼中间，遐个伫旷野的众人无物件通食，耶稣甲伊的学生嘛是安尼啊。耶稣甲学生甚至连食饭的时间、休困的时间拢无，所以学生即款的建议其实是真合理啊，无拍算。耶稣无接纳学生的意见，伊反倒对因讲：“恁互伊食吧。”啥货？这学生听到耶稣安尼讲，因可能会安尼想：这要哪会是可能的代志？我要学生一定对这款耶稣的要求感觉真着惊。耶稣敢毋是强人所难吗？这款的要求，若是用今仔日的英文来讲，可能就亲像一部电影，剧名叫做《Mission Impossible》。什么意思？根本就是一件无可能的任务。莫怪学生问耶稣讲：“总无你爱阮用200个银仔去买饼来互因食吗？”两位兄弟，200个银仔是偌济钱？这毋是咱新台票200块哦，毋是。根据圣经学者的了解，当时犹太人社会中，工人一日的工资，是一个银仔。200个银仔就是200日子的工资，差不多是一个工人半冬的所得。如果伫现今的台湾社会，咱将一日工资用1000块新台票来计算，安尼200个银仔大概就是偌济？一日的工资用新台票1000块来计算，差不多嘛，对无？今仔日有你要请一个水电工的师傅来厝里来修理你的厝内这水管，还是啥物所在？差不多一日工资1000块，安尼来算无过分啦，对无？200工
1000块，安尼偌济钱？新台票20万。当然，咱知影军队耶稣的学生，拢毋是啥物真好惹的人。如果因真正伫身躯顶都有20万，安尼因敢就阁有需要来军队耶稣？搁再讲，伫旷野迄种偏僻的所在，你随随便便就带一个20万伫身躯边，安尼敢毋是非常危险？换一方面来想，就算是咱家己真正手头有20万。咱敢真正有法度，目睭拢无念一个，就捐献出来做阿哥咧？耶稣啊，你敢是咧滚酸笑？想袂到耶稣对遐无理解学生讲：恁有饼偌济，去看卖。马可记录这句话是一个真重要的提醒。马可的意思好亲像是在表明耶稣伊知影现场所有的饼甲鱼的数量，所以耶稣早就已经有行新日的准备，伊爱学生好好去计算。总是耶稣的学生无法度体会伊的用心，因凊彩去调查统计了后，才发现伫群众中间，伫超过5000人的群众中间，真正有淡薄饼甲鱼。毋过面对遐尼侪人的需要，一点仔物件5块饼2尾鱼，要哪有够？青食拢无够啊！要哪有通拍光？我又当遐学生调查了后，因发现真正有5块饼2尾鱼的时阵，因的心内可能是非常失望，来对耶稣讲：有啦，只有5块饼2尾鱼，安尼有啥物路用？拄仔咱就已经有讲过，5块饼2尾鱼这个新约的故事是唯一的一个，伫4本福音书拢有记录。所以这个新约伫约翰福音书第6章第9节记录中，咱会当发现5块饼2尾鱼是安怎来？啥物人摕出来？是一个细汉囝奉献的。而且迄5块饼是用啥物物件做的？大麦所做的饼，毋是小麦哦，是大麦。这种饼，大麦所做的饼，伫当时是互动物精生伫食的饲料。大麦所做的饼，因为非常的粗俗歹食，有时阵也诚做送向人平常时的食物，可见。奉献这5块饼2尾鱼的囡仔，伊是一个啥物家庭的囡仔？伊是出身伫送乡的家庭。这款的食物，毋免讲，耶稣的学生看袂上目，就算是今仔日的咱，可能嘛无法度想象，耶稣爱这5块饼2尾鱼有啥物路用？总是耶稣。伊并无看轻这个有限、阁无完美的食物。耶稣吩咐学生，叫众人来排规列，坐伫青翠的草坡。然后耶稣摕迄5块饼2尾鱼，天来祝谢8饼，互学生分互众人，也将遐鱼共款分互因。大家拢食，阁食甲饱。学生捡遐食剩的饼油甲鱼屑。底满12个篮，伫遮咱爱注意，耶稣摕饼天祝谢，然后8饼分互众人的行为，这是一般犹太人日常生活啉食的习惯。耶稣甲伊学生伫最后晚餐的时阵，嘛是用这款的方式在进行，这拄好表示基督教的圣餐的礼仪。其实就是继承犹太人日常啉食的习惯，感谢上帝8饼分享、互相祝福的行为。咱对信仰眼光来看，这种日常啉食的行为，你毋通看轻伊。咱平常时安尼咧食饭，其中嘛有稳重、足神圣的意义。所以耶稣用这5块饼2尾鱼。互超过5000人食饱的新日，这毋是啥物神秘的魔术，
互众人拢通食饱，毋是。耶稣用即款的方式，摕饼祝谢，然后把饼分互众人来食，这毋是变魔术。若是安尼，到底即个无可能发生的事情，为怎样有可能来发生？我想即个故事的重点，就是伫迄个送香的囡仔，愿意甲人分享的疼心，互耶稣惊心热的代志，真做无可能的可能。咱敢毋是有时阵伫日常生活中听到即款的故事，送香的人，伊通过家己的艰苦，伊反倒会当体会别人的需要，所以伊知影奉献家己所有的困难甲资源来补满别人的需要。就亲像台东有一个卖菜的欧巴桑叫做陈树菊，咱大家知影即个人也无？伊无比咱较好业，伊咧做啥物生意？伊伫菜市啊咧卖菜，卖菜是我都趁偌济钱。陈树菊毋是啥物大企业家，伊也无趁真济钱，伊无读真济册，总是伊下愿要帮助社区中因为送香无法度读册囡仔，会当得到较好的教育，所以伊逐工伫卖菜的时阵，将家己卖所得到淡薄的零角啊，就另外捡起来，放伫一个塑胶袋啊内底。几冬了后，伊发现家己累积袂少钱，就奉献出来，互当地社会福利团体来起图书馆，帮助比伊搁较弱势的人。陈树菊的疼心甲分享，伫咱现实自私自利的社会中，成做一种无限的愿望。听伊讲，旧年伊阁奉献800万。耶稣一生传扬上帝国的事工，耶稣奉献家己的性命，甲人分享上帝国的恩典，互人真心认捌家己，认捌上帝，互咱所徛起的社会会当放下自私的计算，用疼心甲怜悯互相分享，彼此祝福。这种的代志，敢毋是一项新业？如果咱人甲人中间愿意放下自我中心的需要，大家奉献家己所有的，毋管有偌济，毋管别人是毋是有看重这款的奉献。如果人人拢安尼做，愿意将你家己所有的摕出来，安尼互5000人，甚至10000人，拢有食物通食，这嘛毋是啥物无可能的代志。这就是我了解这个故事的重点。谁人5块饼2尾鱼会当养饲超过5000人？伊的可能是因为有一个囡仔，而且是送香的囡仔，伊大声众人提出家己所有的出来奉献，甲别人分享。这款的疼心会安那？会传染。当然，嘛有人安尼解说，迄个送香的囡仔所摕出来的饼，大麦所做的饼安那真歹食啦，食袂落，所以大家安那只好将家己落地的物件嘛，拢摕出来食。家己将咱每一个超过5000人的群众，大家拢将家己所炸来的物件拢摕出来食。这无需要变魔术啦，安尼就一定大家拢有够食嘛？敢毋是？如果若是大家拢暗藏起来，干那要分别人的，干那要去甲别人奉献出来物件去分别人的来食，安尼一定无够，是毋是安尼？总是若是一个逐人拢亲像迄个送香的囡仔共款，将家己所有有限的这个资源摕出来，欢喜甲别人分享。安尼要互超过5000人，甚至10000人，拢有物件通食，哪有啥物无可能的代志？换一句话讲，信者伫圣经的意义，无一定是亲像一般咱所想迄款违反自然律的神秘奇事。总是咱虽然生存伫这个科学理性的时代，咱嘛毋通一概否认信者有可能会发生。亲像有的人
破病，经过开刀食药得到医治。有时阵连医生嘛承认，迄是一种信任。佮亲像咱伫人生过程中，有时拄着困苦艰难的代志，总是互你对失望，甚至是绝望的情境中恢复过来，重新得到快乐，互你会当振作起来，勇敢继续来跑走人生的道路。兄弟，这敢毋是一种信任？佮再讲，咱基督徒相信耶稣对死搁活，甲世间人同在。这敢毋是也通讲是一种信任？所以信任无一定是违背理性、无按照自然律来发生的代志，才叫做是信任。伫耶稣的故事中，信任就是愿意分享的行为，信任也是人甲人斗阵，互相用疼惜、怜悯的心相对待。当咱知影，用有无相通的方式来补满别人的欠缺，这就是信任。这款的信任不是变魔术，是上帝重新改变咱自私的人性，愿意甲别人分享家己所有的，特别是惊遐平常时咱无愿意亲近的人，来斗阵分享上帝恩典甲疼痛。迄就是信任发生的意义，是上帝拍开咱心灵的目睭，互咱发现无可能发生的代志，真做可能。互咱明白，疼心就是甲别人分享。这款的分享要真做一种记号，互咱看见上帝就是疼，疼就是信任，互无可能变做可能。咱同心来祈祷。慈悲疼痛的上帝，感谢你，感谢你的恩典，引带阮来到公园教会，甲兄弟做伙来敬拜你。感谢你通过因接纳阮伫遮做建堂事工的分享甲报告，互阮会当结连伫主耶稣基督的疼痛内底，互阮会当共同为上帝国福音的事工来拍拼。主，求你拍开阮的心胸，互阮欢喜，甲别人分享你享受伫阮生命中的恩典，包含阮的时间、阮的才能、甲阮的金钱。愿你通过这款的分享，有利益伫你所托付阮的圣工顶面。安尼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大家来唱圣诗355首，万达主席甲主制度，请起立唱全首。
请坐。即马奉献，请书献的同工。请起来唱奉献的诗，圣诗382首第40。亲爱的上帝，我们感谢你，因着你丰盛的供给，我们福杯满溢；因着你的看顾，我们得享现在的平安还有幸福。主耶稣，我们愿意依着我们的心意奉献给你，求你悦纳。也愿主祝福我们更常有一颗感恩的心，还有能够常行主耶稣你所喜悦的事。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请坐。只是报告大圣，咱请阮本堂的牧师来介绍迄西纯教会牧师。兄弟姊妹平安。拄则开始咧讲道进前呢，那张牧师有讲起吼，我甲西屯教会的关系吼，其实无啥物关系。不过过去呢，因为我是读迄个东海大学吼，所以放假嘛是伫台中。不过伫后来我咧接触中间有真侪长老，也是一个牧者，伊拢讲过去因伫台中咧读册，因若是读放假。伊拢伫迄个西屯教会咧聚会，所以我的印象内面，西屯教会甲丰甲教会是有真密切的一个关联。所以差不多2年前，当我去西屯教会时，才发觉原来西屯教会是伫巷仔内真细间的一个教会，但是竟然有遐济咱的长老也是牧者呢，也是讲过去有真侪信徒伫台中丰甲读册时阵，竟然甲西屯教会有遐密切的关系，然后。竟然是较细间的教会，所以我去遐的时阵，知影因要建堂，已经买这个地，买地的所在呢，其实有几个真关键的一个地点。头头所讲的迄个水南经贸园区，以及中国医学院新的校舍。所以伫我印象内面，既然一个小小的教会中间会当安尼培养真侪遮因真好的遮会。牧者甲长老甲过去栽培真一个学生，所以我相信这个西屯教会一定有上帝特别的一个真特别的一个旨意伫迄个所在。所以就亲像咱光复教会共款，咱光复教会后来会当一个真大一个发展的关键，是因为咱附近有一个科学园区，然后有真侪人来到科学园区上班。然后咱附近咱阁有8大学区，咱阁有高大、清大。甲学校有真密切的关联，所以这是咱光复教会会使讲上帝安排伫遮。伫过去我学习有一个就是有一个观念，就是策略点 （strategic point）。就讲你的策略点若是伫即个所在，伊会产生一个真关键的影响。所以呢，所以我相信这是过去一直到未来，上帝伫过去透过西屯教会对真侪遮的。台中读册遮的基督徒学生有一个影响，现在继续各有伊的影响。上帝安排一个真好的地点所在，水南经贸园区以及
逢甲大学以及中国医药学院，所以我想迄是上帝所安排一个地，当然这也是上帝交予伊一个使命，放伫迄个真关键策略点迄个所在吼。那我相信这个甲咱公园教会目前的情形有真密切的关联，所以毋是讲因为啥物特别的关联吼，特别的感情、特别的关系吼安排，但是若有机会，咱当然会当接受真侪咱的教会到咱中间，用咱所拥有的这资源来帮助伊。但是我感觉特别伫西屯教会，上帝予伊遮好的一个安排，到伫过去到伫现在，已经有一个真关键的一个所在，已经有关一个属灵，也是教会发展的影响力吼。所以伫这个所在嘛是真欢喜会当安排会到来这个所在。所以咱兄弟姊妹，咱在座兄弟姊妹会当对伊的募款、伊的建堂来做一种的来奉献。咱有一种这种的策略点是 strategic point 将来对因的教会整个发展甲服侍伫上帝国度中间有真大的一个关键的影响的时阵，我相信咱兄弟姊妹尽量答应支持，安尼吼。所以今仔日咱虽然无伫这个所在，咱看到咱的网络视讯，咱嘛当对因的建堂奉献。楼骹的所在伊嘛摆出一些物件伫遐啦吼，这个中秋到吼，你买转做礼物送互别人嘛是会使吼，安尼。所以我第咱感受安尼，你摆较侪物件，表示讲因真努力。是真即个建堂募款中间，真付出真大的心血。人数可能无真济，但是会当看出因所有同工的共同的努力对着建堂。所以对因来讲可能是真大一个负担，但是对我来看，上帝既然犯遐大一个真好的 strategic point 迄个所在，我相信咱就参与中间，也是参与着上帝国的一个扩展。这个时阵搁一遍感谢咱的丁牧师吼伫咱中间来讲道分享。今仔日因还有5-6位同工甲伊做伙过来吼来斗相共一个募款的代志吼。咱请丁牧师来介绍啦吼。多谢咱兄弟啦吼即马徛起来就是阮西屯教会吼今仔日对我起来同工吼，时间的关系请坐吼。我就无一一介绍，我只是要甲咱大家分享。如果你若问我讲，为了建堂的事工，牧师四界走去募款会忝的，当然会忝。总是有教会才会好同工陪伴牧师去到募款的教会伫遐陪伴我，搁互我，搁伫迄个募款的教会伫遐义卖。坦白讲，对我有真大的安慰啦，互我知影讲。我为着教会建堂事工咧走总咧拍拼，毋是孤单一人。多谢。好，报告，请各位弟兄姐妹参看周报。本会消息：本主日9月19逢中秋节连续假日，2堂礼拜联合举行。愿上帝赐福，阖家平安蒙福，出入平安。第二点，在刚刚介绍我们西屯教会的牧师还有他们的团队，那在1楼备有建堂募款物品义卖，请兄姐关心奉献。第三，学新团契9月18到9月20举办同工退休会，地点五峰旗圣母朝圣地，愿上帝保守旅程平安。第四点，本会申请主日礼拜与聚会活动防疫计划，获准室内容留人数100人。那目前华语礼拜上午9点到10点10分，有实体礼拜加网络直播礼拜；台语礼拜上午10点半到11点40，实体礼拜加网络直播礼拜；美比谷儿童线上礼拜是上午10点到11点30分。各团契小组及事工团队可恢复实体聚会，聚会前请向干事报备。防疫期间，请兄姐利用网络转账奉献，方式如下：第一个，公园教会邮局的户名，然后并请登记局号、账号，然后在转账后进入教会的网站，然后点线上奉献，填入姓名、账号及金额、奉献对象及用途，来
使财务组确认奉献者。那下周主日2堂，请参阅。肢体消息，本会青年壮行消息如下：愿上帝保守并赐福行程。一、林泽弟兄9月7号将服4个月义务役，地点在屏东龙泉。林泽弟兄是金溪执事及燕平执事的儿子。第二，肖瑞恩弟兄在9月9号服4个月义务役，地点在新竹关西，是肖恩信长老的儿子。柯怡欣姐妹9月12日前往英国留学。柯怡欣姐妹是柯颖哲弟兄的那个女儿，她比较常参加华语礼拜。那陈宇恩弟兄预定10月2号前往英国留学，是瑞林长老的儿子。然后各级学校依序开学，本会多位青年远行就学或就业，求上帝保守赐福。那另外教界消息，好，请牧师补充。对不起，那个允恩是新百长老的儿子。他到公上面了。啊？哦不。瑞麟的女儿，她是到德国去那边留学。允恩他是那个新百长老的儿子他要到那个英国的 UCL 那边去留学。那个怡欣呢，他也是到英国，他是 Cambridge 的大学在那边读书刚过去所以下礼拜我们会在华语礼拜为允恩来祝福，还有我们会在台语礼拜当中会来带祷那就是有这些我们的青年，他们会当兵，他们对留学各有他的行程。那瑞恩呢？瑞恩他也是刚从日本那边留学回来那回来到台湾所以在台湾现在服役4个月这是目前他们的情况好，以上我们来唱圣诗399首，愿上主大仁爱，祝福切切，唱线请牧师祝祷，请起立。请咱做伙来领受天顶的祝福。全能的上帝，愿你宽容的神该做阮，温柔的神引带阮，恩典的神帮助阮，互阮服侍敬拜你，对即时到永远。阿门。请坐。别倒避讳。